来看龙牛署连续2年办包饭圆的比赛，若要竞出上好食的饭圆，嘛互这业者和厂商合作，互饭圆正式上市。希望透过冠军饭圆的推广，互愈来愈侪人食米，提升台湾米的销量。一只手就通摕饭圆，对赶时间的人来讲是真方便的食物选择。龙牛署举办第2届饭圆比赛，为全国97间业者、157款饭圆内竞出2个冠军，和厂商合作上市。这届比赛分做饮食素食组，推广减少碳排放的素食；甲时行味力组，鼓励结合无同的食材。得到饮食素食组的冠军团队表示，因这届挑战在有限的食材内创作特别的口味。海胆乌泥其实就是我们利用气势还有烟熏的风味去模拟。得到时行味力组冠军的头家娘表示，因除了用台湾在地鸡肉、猪肉，也在酱料顶面下袂少功夫。一种起司的话，其实它没有办法带出整个起司鸡的浓郁的香味，所以我们在这当中选择了好几种的起司，然后下去做搭配。龙牛署表示，台湾人食物件的习惯改变，这几冬食米量豆豆啊在减少。即马台湾一个人逐年平均食米的量已经达到43公斤。因希望透过比赛协助调奖团队和厂商来合作，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地米的销售量。这2款冠军饭团的一个上市，我们希望也能够热销超过100万份，增加这一个5万公斤的产销履历米的一个消费。龙牛署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即马正常食饭的人有较少，所以因希望透过无同的物件，互民众更较好接触到，也更较有机会来食到台湾在地的米。除了举办饭圆比赛，因也捌和厂商合作推出米做的饼，定期举办米做的点心比赛，希望透过济无同类型用米做的食品，提升台湾米的销售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